乡亲啊，咱继续来看南投草屯这间生技公司的负责人，叫做赖敏南，81岁，是日本大阪甲台湾大学农化研究所的博士，专门咧研究着牛樟菇，是台湾菇仔类的权威，有一个外号“牛樟菇之父”。1991年创立着生技公司，有4项的专利。赖敏南甲金钟奖的最佳男主角李天条私交真好。李天条听到这个消息是真着惊，嘛希望外界会当为赖博士来祝福度过这关。蛮好，就是从这边勾起来。小小一片牛樟菇是有够贵，被称之为抗癌的圣品。因为干来使伫深山拿来起乌，今摆使用人工来种，无爱推手就是伊赖敏南。可以半年内在冬天栽培是非常容易。今年81岁，有台湾牛樟菇之父的外号，是台大农化研究博士，日本大阪府立的大学农化研究所的硕士，专门研究牛樟菇。1991年创立生技公司，有4项专利，嘛是全台湾为研究花树菇的生技公司。产品的技术包括牛樟菇、冬虫夏草、灵芝等等，是台湾少数有全土生产流程菇菌类保健食品研究的制作中心。产品更加销到中国、香港、澳门加马来西亚。看有没有杂菌这样。用技术培育出牛樟菇的籽，降低差不多1/4的成本，和天价牛樟菇更加亲民。出面记者咧讲，赖敏南平常时热心公益，想不到会互人开枪。头家平常时人是安怎？人真好啊。赖敏南的演艺界好朋友金钟师弟李天条，两人交情真好。为公司卖场的专业，就使看到不少两个人翕相的身影，也有李天条的专区。伫代志发生的第一时间，李天条嘛真着惊，写文章希望讲大家为赖博士集气。因嘛讲，因为疫情关系，已经有3年无甲老朋友见面啊。赖敏南即马要伫病院里急救，和亲戚朋友拢真唔甘。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，想要看到主播最新的动态，赶快订阅华视 YouTube 频道。